各位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5月初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疫情。昨天咱国内的本土病例超过2万例，有23102例。有5个县市即马病例数拢已经超过1000例，新北市是已经超过8000例，嘛新增加25个中重症的患者，甲5个死亡的个案。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未来隔离也是检疫期间快筛阳性，经过医生判断就会使当作是确诊，唔免搁做 PCR。另外，对国外入境的居家检疫，对后礼拜一开始嘛要缩短变做7天。国内新冠确诊人数持续增加，初三新增加23102例本土病例，搁创下疫情以来过一天的新高，嘛已经连续6天超过1万例，有5个县市超过1000例。其中以新北市超过8000例上多，台北市排第2，有4000多例。前2天比较平稳，那昨天又增加比较多，现在总共的病例是23102人，比昨天成长了差不多3成。另外嘛新增加25例中重症的病例。今年这波疫情累计已经有300例中重症，新增加的重症内底有5例死亡，拢是70岁以上的济岁人，嘛拢有慢性病病史，无做过疫苗。特别注意的是，累计23例本土死亡的个案内底，有超过一半，也就是12例无做过疫苗。这23位当中，有12位是没有接种过疫苗的，已经超过一半的比例52%，一半的死亡个案是未接种疫苗，那大概将近70%，69%是未完整接种，也就是未接种或者是只接种1剂的个案。指挥中心表示，济岁人做疫苗是重要的防疫工作。目前各县市65岁以上的民众做第3档的情形，注射率相关的试验工关有超过8成。也若嘉南市、桃园市等6个县市，嘛拢有超过7成。不过华东地区注射率是上低，拢无到6成。也若针对有咧风声讲，若做过3档疫苗，而且疫苗的注射率有达到7成以上，上近6月份就会当以快筛取代居家隔离的政策。但市长讲，确实有相关的规划。有这一类相关的规划了哈，但是它变数人多哈，所以有确定的情况再跟大家做报告。不过，陈市长强调讲，未来居家隔离甲居家检疫的人，快筛若是阳性，经过医师的审定了后，会当判定是阳性确诊，已经甲专家有相关的讨论。另外，入境居家检疫的时间，嘛为初9饭点开始，缩短做7+7，也就是7天的居家检疫，加上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上报即马疫情炭烧，昨天传出台北市长郭文哲的保镖 PCR 阳性，所以郭文哲对今日开始该店出来办公做自我监测。另外，台北市嘛要对今日开始要启动免落车的快筛站，要提高体检的效率。快筛阳车来所体检站随时正式启用，提供快筛阳性民众早起者家己开车，或者是亲友接送到场采检。目前每天用采检1200人。原则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预约，因为如果是快筛阳的话，还会有一些看诊，还有刚刚看到的拿药，所以还是希望大家用预约的方式。民众他不用再去急诊室挤，他可以自己比较从容的开车子这边过来。台北市初三增加4806例本土确诊，市府指出，台北市各大医学中心会启动快筛阳急门诊，轻重分流，民众提药免去急诊室。另外，市长郭文哲随后PCR阳性，伊休困2天了后，昨早起甲郭市长共坐公车，中昼出外行程共车差不多5分钟，2人拢全程挂喙安。市长为求保险起见，明天会采居家办公的形式执行业务，和随扈邻近9宫格的同仁将采取以筛代隔的方式，其余同仁正常或是分流的方式来办公。市长室稍早已经清消完毕，目前静置当中。新北市初三增加8278例本土确诊，棒球中和新增3场波，有较侪确诊者。新北市也增加4个社区体检站，全市总共有35个体检站。确诊住院的患者，只要医生评估你没有必要住院了，你可以下转到集中检疫中心或是这个居家照护，我们就会透过防疫计程车来帮各位转到集中检疫中心或是居家照护。另外，新北市已经设7个集中检疫中心，提升医疗量能。市府希望向新北市先7万居家转型，落实居家快筛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
即阵疫情嘛，烧入去台北果菜批发市场，已经有超过200人确诊，所以台北农产分销公司即马是规定，即阵爱快筛阴性的人才使入去做生理。上新的消息是，昨暗体检无到半点钟，就抓出3个人阳性。农委会即马表示，这项政策会先维持1礼拜，再看病例变化，随做调整。多插入片空的物仔机，搁放入去气缸内底落来，暗时是不是用顺利来上班，都要看快筛试剂顶悬几条线路。会中意，不是无对。伫北农一期做头工作的翁某摕着快筛试剂赶紧检验，好佳哉是一条线阴性。安尼有较安心无？有啦，我无趁袂使啊，都系啊，袂当入来啊。啊，毋过咧搬回黄先生袂赴早起7点钟前去领试剂，伫外口又叫搁买无，明仔恐惊无法度入来。那你明天不能进来怎么办？就工作丢着啊，不然怎么办？他的政策就是这样啊。要咱认卫生规定，毋适合大家伫咧现场验，反倒啊摕登去验，恐惊防疫效果无好。啊，你快筛要是可以拿别人的，是不是都一样嘛？会有误差啦，会有误差，不够真实啊。北农解说原本拍算互大家入去市场进前搁检，啊，不过苹果风险搁较大，才改做早登去做。进场时阵才搁检查。到现场之后，在那边做快筛的动作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脱下口罩，这个对防疫的安全也是非常不理想的。原本初三透早推动快筛阴性入场，啊，不过台北市市政处表示，中央政策尽管袂赴宣导，甲发快筛试剂，改做初三半暝11点开始。台北市府紧急调4000支试剂到北农，中央表示先快筛1礼拜。我们大概会持续1个礼拜。我们希望说，通过这样快筛的时候，能够在北农的一个确诊人数有至少平稳，然后希望它能够往下降。拍卖台头前已经放进一具马，即马规定拍卖员甲承销人员化价时阵爱保持社交距离，避免密切接触。农委会表示，降低拍卖员的风险，将确保一期正常营运。到初三中昼，北农一期确诊人数继续升悬，有211人。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即阵去为着 Omicron 的患者有99%拢是轻症，有一寡医生即马就认为讲，新型冠状病毒已经愈来愈流感化，就那亲像流行性的感冒同款，所以是建议中央放量管制，有镜头食药啊，点出来休困自我隔离就用的，唔免个快筛嘛，唔免通报。针对于这款建议，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因尊重第一线医生的判断。初三本土确诊来到23102例，医疗院所收治量有进步，各地也出现抢买快筛人潮。部分基层医师认为，新冠疫情已经流感化，Omicron 99.6%是轻症，致死率甚至比流感较低，所以建议中央应该放量管制措施，患者有症状食药啊自我隔离都会用的，唔免快筛也唔免通报。还是要回归到以流感的规格哈，就是所谓的第一步骤是疫苗，第二步骤是就诊，然后再给抗病毒的药哈。我们是呼吁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医师表示，无可能无通报，会当为公卫体系负担降载，更会当鼓励着病无数出门就医，对防疫更较有利。那民众是看法不同。现在不是已经把它变成一个流行了吗？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也认同的话，那我就是支持。我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重症的那一个所以能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我还是觉得最好把确诊者的足迹什么的全部都要公布出来。因为会希望快筛。对，要。疫情指挥中心甲台中市卫生局拢强调，社区中其实毋但有新冠病毒流行，也有其他可能引起上呼吸道症状的病毒。所以，若讲基层医师认为无需要快筛，原则上拢会尊重。防疫敢是行到甲病毒共存的阶段，最近引起社会真侪讨论。基层医疗人员淡出新思维，防疫政策敢会得以转向，全台湾拢密切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其他的消息，带乡亲来关心天气。今日水气会愈来愈少，各地会回温，也毋过东北部同款有局部大雨。咱做伙来看云图。今日早起云同款较高，尤其是基隆北海岸、东北部爱细日的所在，佫会上大雨。西半部、中南部到下晡就会愈来愈大，雨水会愈来愈少。
伫温度的方面，各地早暗较凉冷，日时温度会开始回升，今仔日的高温有25度至31度。这款天气会维持到拜五，若刷到来西半部高温有机会会升到33度。严过拜六开始有风面会瓦紧，水汽佫会变济，天气佫会变做较无稳定。若礼拜日母亲节有第2波的黄霜雨，方面会到位，有的所在佫会上大雨。春天天气较无稳定，乡亲就要斟酌天气的变化。镜头来屏东旭海通过审查完全合法的火箭发射场，原本是安排头一届的火箭试射，不过因为天气歹，风伤透，时间是直改到尾是嘛决定讲，连今仔日原本要试射嘛被取消。若后摆上紧是要等到6月初。在乌马马海岸边，阳明交通大学精闪火箭研究中心 ARRC 的团队人员，赶紧准备将整体为发射塔提出来，正好要运转来。原本今日要进行台湾第一摆双节火箭 HTTP-3A 发射，进前因为风速升过大，为初3延到初4，佮因为风雨大，互火箭航电飞控系统无法度正常运作，宣布取消。受邀参访的台师大学生等2天也讲真可惜。就是最近终于弄好，但是就是这2天都因为一些状况就没有办法发射，就觉得很可惜。HTTP-3A 是全球第一粒有飞行导控技术的混合式火箭，原本要透过发射验证火箭自主导控能力，按过办事起头难，团队要将火箭运转新的检修。那也确实就是真的有发现我们的火箭的航电飞行控制系统真的有出一点状况。那我们有尝试努力想要去排除它，但是其实最后状况还是发现我们没办法在这边有效的去做解决。给他们的一个相当宝贵的一个经验，我想这是反而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屏东旭海的第期科研探空火箭发射场是国家第一个合法设置的发射场。不过，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表示，今日专家发现对天气掌握甲软硬体方面有关不够，等期会好好检讨。作为国家的，虽然是一个科研的发射场，还是有所不足。我们是主管的管理单位，我们回去好好检讨，让它更完备。因为发射机场牵涉交通部、国防等政治单位爱协调，所以科技部表示，下一摆申请许可试射上紧可能要等到6月初。记者综合报道。介乡亲做伙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半导体欠人才、欠工是欠甲真吃力。咧做技术研发的工研院，最近就是变做业界乌人才的所在。有风声讲，工研院即马每一个所拢有人互业界看介意，上准要乌人才。尤其是电工所、自通所，最近辞职的人嘛特别多。来看联合报。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即马是报讲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艾里托，伫也未公开的意见书的草稿内底有写讲，最高法院会推翻1973年甲负责人摕囡仔有关系的重要判例罗素韦德案。总共真正有影摕囡仔的行为，伫美国22个州会随便做违法的行为。若最高法院的意见书草稿竟然伫也未公开进前就见光，这嘛是史上头一摆。来看《中国时报》，国际造纸的原料立起价，永丰有集团下定的纸浆厂嘛拍算要调关部分产品的价销，亲像是卫生纸就拍算要起价。有大卖场即马嘛已经证实讲，因家己的自有品牌卫生纸每一刀会起30块，起的幅度大约是9%。咱过来关心疫情，咱过来即马疫情管架急诊室，逐工拢有真侪民众走去挂号要做 PCR。有医生即马是呼吁讲，唔通快太阳性就随走去挂急诊的，安尼大家真正做伙爱等真久。若真正有医疗需求的重症患者，颠倒去耽误着，所以呼吁大家去社区的体检站验 PCR 就好。急诊室的体检区办家登录路线指挥中心已经讲快筛阳性才到病院做 PCR， 按过确诊人数一直升悬的时阵，急诊体检区医院是人真多，造成大量医护人力导致伫快筛阳性甲确诊轻症病人身上，互重症病人医疗照护品质无好，甚至有医护人员逼出，因为急诊拢是病人，造成重症患者只有一名护理师用得救，所无医师用马上来治疗的状况。
现在各家医院其实也有外科去支援那些急诊的部门去做筛检，业务其实是还蛮多，必须抽掉他们原本在自己各科部门日常那医疗业务的时间去额外来帮忙。为着无要互轻重症人参做会，新北亚东病院已经启动急诊分流措施，亲像确诊者是相关风险，会有专人处理，搁限制甲其他医护病人接触。快筛阳性患者是第一关风险，若身体无爽快，会有病院检验门诊做治疗。另外，陪病家属甲一般的民众是规划伫低风险区。我们呢不能把这些病人全部都混在一起这样引起这个交叉感染的风险。会有一个绿色通道来协助他们，尽快做完采检之后，看是要回家居家隔离或者是住院。目前各地区病院急诊体检拢爆量，伊需要呼吁，若快筛阳性了后需要做 PCR， 其实应选择各地区的体检站，唔通拢客到病院急诊做体检，将资源留予真正需要患者斗阵度过这摆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伫昨昏摕6岁至11岁的囡仔开始注意风蛇，也毋过未少家长惊有副作用，所以也搁伫丢毒。因为咱国内即马已经买到囡仔的 BNT 预防蛇，当时会当送到位。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准确的时间目前也毋知。好，脑子一片空白。脑子一片空白。国校中高年级的学生排队等要做莫德纳疫苗，有的看了真轻松，有的是感觉真紧张。有没有感觉？还好，就像。像什么听到？新北市开放囡仔做莫德纳疫苗，不过也是有不少家长未放心，烦恼囡仔会出现副作用，是保持观察的态度。若非随 BNT 疫苗，可能伫5月中会送来台湾，嘛，互不少家长决定要先等一下，先不要互囡仔做莫德纳。因为莫德纳目前看起来国外实证的数据是比较少的，然后 BNT 看起来，因为 BNT 在美国施打比较普遍了。所以 BNT 看起来应该对小孩子是比较安全一点。家长知道之后其实蛮困扰的，就是不晓得怎么去处理，因为到现在疫苗打的副作用怎样，那我们都不知道。对，可能就是在多观察看。在台湾疫情加悬，各县市各校小连续启动停课无停学，麻烦儿童注疫苗意愿书，互家长来写。目前包括新北、桃园等的所在已经有开放注射，基隆甲台东初4会当注，台北甲花莲初5嘛有开放注射。根据目前回收的一个资料的部分，来看，大概同意有意愿要接种的部分，大概比例占30%。就是6到11岁，我们昨天有施打667人哈。那有关不良反应的部分，那通常这个通报都会晚个1-2天了。也若第6批1106100栋的莫德纳疫苗，初3下晡送来台湾，会当继续提供民众来注。另外，儿童非随 BNT 疫苗到货进度，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2天会送一寡实验用的、甲检查用的入来。也若要互民众注的进货时间是约未掌握。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5亿1000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26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23139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173,942例。中国病例伫 WHO 统计数字是超过100万例，日本超过792万例，韩国超过170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83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2200万例，伫法国超过2800万例。中国上海甲北京即马拢爆发疫情，有几若千万人的生活拢受影响。上海因为封城，原本要结婚的新人，国不将爱取消婚礼，因为袂使出门。那北京这几天的防疫措施是愈来愈严，愈来愈严。真侪人做线工咧过日的工人，即马因为无石头、无钱赚，连食饭钱拢无。穿西装甲礼服伫大楼厝顶斗阵翕相，住伫上海美酒甲杨殷这对新婚红某，原本要伫4月16办婚礼，毋过疫情来袭，实施封城，婚礼被迫延期，两人只好用翕相留念来代替。4月15号呢，毕竟是原定的前一天嘛，
然后可能心情确实会稍稍在那一天的时候稍稍有一点点失落，就觉得哎呀，原本明天对吧是个大日子，但现在什么都不是了，那时候他还比较这个会有突然的情绪，对，比较崩溃。婚礼无难免感伤，不过这对新人开始体验吃青的日子，做建筑师的杨鑫暂时放下工作，煮食。我想想，家里现在没有番茄。而且因这国家期间穿防护衫做志工，协助社区大楼居民扫码体检，或者是外省人员到会时阵为因消毒。然后我们想让这个整个的大楼有一个更安全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在这种群龙无首的时候，可能决定站出来。因为生活甲工作拢做伙，这对新人透露，疫情让因的感情更加甜蜜。如果没这个疫情的话，可能我们对彼此的认识或者了解，也不会像今天这么深。对，也不会有这么透彻。对。对北京高考真侪通勤族来讲，这一波疫情考验才多开始，确诊病例清悬，北京加强体检防控措施。逐工透早要进城工作人爱护证明做过疫苗，48点钟内体检阴性的通行证才能入外，增加真侪不方便。到建筑工地或者是工厂做工卫生的农民工表示，疫情期间工作减少，钱更加歹赚。这个工人，我哪天这一个月都干个10多天活，人多，真的吃吃喝喝没了。我疫情的影响我太厉害。中国目前依然维持动态清零政策，有46个都市全封城，或者是半封城状态，超过3.4亿人口生活受严重冲击。公司新闻站回应朋友。继续关心俄罗斯拍乌克兰一场战事，俄罗斯军方是搁对马利坡发动攻击，西部城市利沃夫的变电厂嘛，互炮弹轰炸。那个月初1对马利坡钢铁厂隔离的百外的民众已经安全到扎波罗热。西部都市利维夫这个变电所遭受攻击，消防员拼命拍火，彻查暗时空袭警报响点半钟，在8点半左右，因听到市区真侪所在传出空袭的声音。人口72万的利维夫离波兰边境80公里。俄乌战争以来，乌克兰百姓相比战火主要是先到这所在。Удари були завдані по станціях, 3 підстанції. У зв'язку з тим є перебої з електропостачанням. Також є серйозні пошкодження в комунальній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і, повилітали вікна, фактично пошкоджено 60 гаражів. 在联合国协调之下，南部中亚港市马里坡阿索钢铁厂的撤离行动，101个百姓已经在车上安全到扎波罗热。Вы не понимаете, как это страшно, когда сидишь в бомбоубежище в сыром мокром подвале, а он вот так подпрыгивает и вот так его качает. Да, военные поделятся, те, которые к нам приходили, да. In Azovstal there were 17, the youngest one 6 months old. There are civilians still trapped in the Azovstal plant. Some of them have been afraid to come out. Some of them probably couldn't make it. It's a huge area. Some of these elderly people that could hardly walk. 乌克兰副总理维列苏克表示，目前钢铁厂内依然有数百人受困。俄罗斯车查重新展开对钢铁厂的攻击。乌军表示，攻击目标有地下崩坑甲真侪掩体。俄军表示，有部分被撤离民众选择留在亲俄分离势力所控制地区。公司新闻恩文玲朋友。这2年，全世界拢受疫情影响，加上即阵阁有战争，而且钱嘛变薄。印度的私立学校学费阁要起1成，不过未少家长收入是颠倒减少，已经负担袂起。所以伫旧年就有400万的学生囡仔放弃读私立学校，即嘛因有几啊千间学校因为无学生全倒去。新德里一间小学囡仔受前野手回答问题。印度过去20年来流行读私立学校，真侪家长相信教育应改变阶级，应互囡仔更较好的未来。读私校学生比例为1993年的9%提悬到35%，将近半数家庭将1/5的收入拢开伫囡仔教育费顶悬。不过这2年大环境改变，做财务顾问的可汗收入伫疫情拄爆发的时阵已经减少1/5。不过今年囡仔学费起1成，家用支出也起将近2成5。伊真无奈，只好将2个囡仔为私立学校转到公立学校。Although हमने जो 3rd क्लास की बच्चा था और 8th क्लास का था, हम उनका पार्शियली पेमेंट कुछ ना कुछ करते रहते थे, तो वो ऑनलाइन क्लासेस रहती थी, लेकिन कभी जब टाइमली नहीं हो पाती थी, 1 या 2 महीने गैप आ जाता था,
तो बच्चों को उठा के वो क्लास से बाहर करते थे। इवन मेरी बेटी को जो 8th क्लास में पढ़ती थी उसको उसके 2 एग्ज़ाम्स भी उन लोगों ने अपीयर नहीं करने दिया था।可罕的家庭唔是有限，官方统计显示，去年印度有400万的学生囡仔放弃读书后，超过数学生总数4%。当地家长会会长透露，今年私立学校注册费确实起价真惊人，有甚至超过15%。除了基本费用，校车的月费也因为燃油甲人事成本起价，也拢变贵。From the school side also, if fees are not coming, then how will we pay our teachers? Every year we have to pay DA and increment also. And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which we are known for, the private schools, it is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at. 经济学家指出，第三农起的时代，教育通膨已经到位。有调查显示，目前印度大部分私校拢了钱，已经有几千间私立学校，因为学生流失速度起。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那咱台湾的欠粮，美国甲法国嘛同款。美国是拄到史上第2严重禽流感的疫情，今年已经有超过1900万只鸡仔互杀死。无鸡生卵造成欠卵的危机，加上即阵钱变薄，饲料的成本阁起价，美国即阵的卵是贵松松。饲鸡场内底健康活跳跳的鸡仔，这是第4代的卵农史利克，伊伫美国加州农场内底，伊用放放的方式，伫遮饲我买25000只的鸡仔。只是最近美国遭受到史上第2严重的禽流感，也就是着鸡这的疫情。今年已经有超过3500万只家禽互杀掉。美国农业部建议农民爱互家禽甲留伫个室内，不过无强制要求。根据路透社的统计，联邦政府、汉州政府的这个数据，今年的禽流感已经致使美国商业农场超过1900万的卵鸡死亡，占全国的6%。而且各项成本一直咧起，安尼互这个情况更较严重。干那靠这个鸡卵起价，恐惊是无法度来制裁。Fuel's up 40%, packages is up, depending on the packaging, 25%, labor 10 to 15%. So the way we deal with it is we're tied to the market and the eggs that we sell. So first of all, we hope that the market is going to be high enough to cover those costs. If not, we cut labor. 亲像这款情形嘛，发生伫欧洲，法国爆发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禽流感疫情。从去年的11月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杀我约1600万只的家禽，差不多有8%的卵鸡互杀掉。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嘛遭受到着鸡这影响，加上俄乌战争打乱乌克兰的货物送去中东欧洲的供应路线，安尼嘛，互卵价一直起悬。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加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欧盟拍算对俄罗斯进行第6轮的制裁，德国即马嘛答应讲无达成和平协议进程，未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美国的最高法院拍算推翻负责人合法提囡仔受宪法保障的裁定，草稿实施先见光，这是引起美国的民众示威甲抗议。来关心美国对中国扣天发性的关税，按算特别伫7月初6到期。总共美国的企业大多数拢要求延长，安尼美国就会考虑延长。详细消息来关心，听众奥运即马当地巴西举行，比赛第2天，同款各团转来好消息，这是咱羽毛球团体赛已经并入前4强，将有机会会当摕到奖牌。这是届听众奥运羽毛球代表团计共有7个人。昨昏羽毛球伫8强的团体赛对立陶宛，咱是以3-2拍赢。刷到第4强的比赛会对印度队，嘛有机会会当摕到奖牌。也毋过伫空手道个人赛，还有男子篮球真可惜，拢无晋级。也毋过伫空手道团体赛，同款也是有机会会当摕牌。做伙来看今仔日有倒一寡比赛项目。
继续镜头，搁转来咱台湾来关心屏东连续2天的确定病例，拢超越300例。温州、牡丹这偏乡的地区冇个案，也毋过因为偏乡的交通较无好，医疗资源嘛较欠缺。屏东县政府即马是请地方的卫生所斗3工来定出轻症、重症分流，还个门诊，嘛提供送药的服务。门口徛牌打快筛已经卖完的广告，屏东牡丹乡因为较偏僻，当地无特约药局，也是诊所，规个乡只有卫生所卖生命剂家用快筛试剂。自开始卖以来，护理所大家拢会接到真侪询问的电话。目前还没有抢购的状况，所以一般大概到中午、下午之后才会陆续被贩售完，就还没有意识到我有需要。为伫山区交通无方便，外人出入较少。今年4月中，本土疫情伫各地拖袂停，屏东几个偏乡也出现零星确诊个案。目前上侪是满州乡9例，春日乡8例，牡丹甲布袋乡较少，分别是2例甲1例。为了确保偏乡确诊者会当得到妥善的医疗照顾，县府透过在地第一线卫生所完整评估病情，甲地处隔离者后续门诊，甚至送药。轻症的话，在家里做居隔就可以了。如果是重症，那我们就会转介到就是防疫旅馆或者是医院去就医。原乡它的领药如果有困难，那我们的卫生所还有我们社区的药师们也都会来协助。卫生局表示，偏乡因为医疗资源较无充足，无论是看诊、注疫苗，还是卖快筛，卫生所拢扮演真重要的角色。透过民众甲卫生所长期培养出来的信任，也会当互偏乡的防疫工作达到更较好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高雄，最近这几年，高雄市主要人口移入区的人马，这10年来是增加17000人。市府即马是规划甲科技部要合作，要甲油厂国小改造科学实验中学的小学部。也毋过即马是风声讲，这个小学部入学的名额，敢若保留2成，互资本的学生囡仔。那其他的8成是拢要互台积电员工的囝儿。市府即马是回应讲，专案即马还搁咧规划，也未定案。那资本这个社区的囡仔就学的权益被救济。校门外未少等接送油厂国小学童的家长，这2天因的心情拢真焦虑。讨论的共同话题是油厂国小可能改制为科学实验中学小学部，家己的囡仔受教权恐惊受影响。20%还有抽签，这就根本就侵害到在地学区的人民子女的受教权。台积电它那块地应该是蛮大的，是不是会有可能说把所谓的什么实验中学就是挪到里面去？家长会当讲拢反对改制，家长讲接收到的信息是社区生只保留20%名额，其他8成拢要留予台积电员甲囝儿，互因无法度接受。在改制的前提之下，你是不能够影响任何一个人他原本应该要有的权益。这个是错误的讯息，因为我们现在地点都还没有决定。市府澄清，油厂国小改制是错误信息，因为目前的3个备选的地点拢在评估，也答应不管伫倒位，袂影响关就读学生的权益。现有的老师还是得要寻求他的意愿，老师还要去重新要再去研习啦，或者是进修这一相关的知识，才有办法去符合他们现在所要走的一个实验教育。南马溪区10年来人口增加1.7万人，随着台积电设厂，学区国小学生增加的问题恐惊一直出现。除了3月中启动新设国小筹办，市府也想要透过甲科技部合作，将原来校园改制。面对家长反弹，教育局表示会以新建校舍教室、扩增园区员工子女名额方向，甲科技部沟通，未压缩现有学生权益，请家长放心。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放上头来关心，当年的3、4月啊是龙眼奶子开花的季节，嘛是芳龙坑芳香准备要收蜜的季节。也毋过今年因为3月份的是温度较低，雨水较高，影响开花，嘛影响芳土蜜，所以产量有减一半。芳龙即马是较烦恼今年的趁无钱。农民当无用要收蜜，毋过心情煞是真沉重。因为产量甲英国比起来实在差伤多，200外卡芳香收无1桶蜜。以前正常是200多箱要采5桶，现在呢没有了，不到1桶。那现在采第2期了，这个是正常的龙眼花，到现在已经
50-60箱才采1桶啊。迎景花开花时间差不多是当年的3月到4月，不过今年3月定定落雨，节节迎景花拢互雨拍甲落了，就算有凋花，花蜜嘛无够，而且因为温度较低，芳土蜜少，节节原因加起来，毋若产量减少，农民嘛有可能受到糖分无够、水分上侪蜜。一般是说我们就是热嘛，热它就会有产生能量。它就会吐蜜，白天有28度哈，就非常正常啊。今年白天26度、24度，没办法。今年这个地方没有人说采好，100多箱采1颗，要付成本啊。上下车一趟就2万多了。芳农表示，南投中寮有种真侪迎景树，因当年大约3月就会来放芳箱，不过因做这度是看天食饭，若是芳箱采落拄着环境气候无拄好。连成本都补袂转来，遐若要起价加减摊挂，搁惊消费者毋买，实在真无奈。记者综报道。南投信义乡的双龙国小合唱团，这囡仔是真爱唱歌，关注的囡仔唱歌阁好听，也毋过因为学校的经费有限，因厝内嘛无法度支持讲，互因请再去外县市比赛。即马好佳在有爱心团体、善心人士来斗帮赞，互这囡仔会当无烦无恼，大声唱歌。古锥的学生囡仔唱出响亮美妙的歌声。南投关信义乡的双龙国小合唱团虽然真有实力，不过因为学校的经费甲家长的预算有限，大家无通好大发展。本校的经费有限，那家长也无力来提供这个预算经费，所以我们透过一些同济会跟一些的善心人士来协助。同济会甲民间的善心人士知影因的困境了后，就来斗关注，希望互这寡囡仔会当无烦无恼，专心学习练唱歌。真的像天籁之音一样，对，非常的优美。然后希望说帮助一些偏远学生能够好好的学习，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我们能够有尽一点点绵薄之力，有这个机会呢，也能够伸出援手，能够给他们一点小小的鼓励。另外，同济会也表示会来关注双龙国小的卡球队，希望这寡原住民的囡仔拢会当欢喜投入学习，好好来发展因的才能。记者综合报道。新竹科航园区去年营收超过1.5兆，若园区即阵为着要方便大家伫咧遮上班的家长，会当安心做事，会当方便接送囡仔。伫园区内底，即马有成立头一座非营利的幼儿园。按算今年8月份会开始招生，会当收302个幼囡仔。新竹科航园区管理局表示，去年园区整体营收参出口拢创下上悬纪录。为了要互伫园区上班的家长安心，园区内第一间非营利幼稚园，按算今年8月开始招生。真侪家长真期待。平常我们早上上班的时候，还要把小孩子送到另外一个幼儿园去。可是现在这样子的话，我可以上班把他带来，然后下班可以把他带回去。其实对员工从业人员来说，我们家长是认为对我们是非常方便。新竹县市的生育率好像是全国排名前几名啊，所以这个非营利幼儿园呢，对于这些园区就业的一些家长的需求应该是很高的。幼稚园第一年要收302个2岁至下年前的幼囡仔，受到疫情影响，说明会改用线顶的方式，让家长了解相关的内容。那我们在明年的8月份有第2座的非营利幼儿园会启动，我们希望能够满足部分园区从业人员的需求。幼稚园未来学费每个月平均收费2000块，唯一条件就是必须爱在园区上班的家长才使申请。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若托婴中心的防疫指引有较严格，总共内底有一个人确诊，就要全部拢停。严格员工的薪水、厝税这钱拢要照纳，而且佫要退钱给家长。业者昨昏就开记者会，望中央会当补助，甲因斗相共。疫情拖到幼稚园，教育部统计已经有1000多个幼稚园确诊案例。保护幼稚健康，亲像托婴中心就有较严格防疫指引。若有一个确诊案例，就要全面暂停营业。但是员工的薪资、厝税等等，也是爱付，连带佫要甲费用退给家长，业者实在真烦恼。
要复课的时候是10+7，他17天这个员工才能上班，可是17天的薪资要由我们来承担。按照行政院消保处的公告的定型化契约是要退50%的。老师的薪资不用去算，我们只要是退费给家长的部分，就大概10万。5岁以下的囡仔目前也无新冠肺炎的预防针通好注，快筛试剂也真抢市。业者表示，希望中央会使提供托婴中心快筛试剂，针对红婴的体检，也希望会使提供喙瘾体检来替代。我们全国补助了1229家，4.5亿多的一个纾困。那今年如果因着疫情的影响，那我们还是配合行政院整体的纾困政策，如果有的话，我们也会积极为托婴中心的业者来争取。政府提供快筛剂给托婴中心，或者说提供托育快筛剂给儿童，我想这个就是整体指挥中心的一个规划，我们都会来配合办理。卫福部表示，托婴中心防疫指引修改目前正在进行，但是业者讲去年有纾困是因为三级警戒，若是今年无纾困要安怎？卫福部表示会把意见早腾去建议。记者郭根张水台北报道。即阵咱即国内本土疫情阁举起来。家己的中间病院中医科有研发出一款落喙的药水，会当降低透过喙暗传染病毒，嘛有摕到国家新创奖的认证。甲药水倒伫杯仔内底来落喙，家己中间病院的中医研究团队利用中药成分研究出一种落喙的药水，会当降低喙孔甲新冠肺炎病毒的结合。这个进口医的成分最主要是以红茶为基底啦，哈，加上一些中药哈，然后用特殊的制成哈，然后把它制造萃取出来啦，哈。没有刺激感，就是会有一种茶香的味道这样子，然后带点甘甜的回甘味。研究团队指出，新冠病毒会利用表面的脂肪来渗透，喙孔内底的黏膜都有真侪脂肪接受体，中间研发出这种落喙药水。要来减少喙孔内脂肪被接受体的表现，阻挡病毒为喙孔传播。因为我们医院是一个COVID-19 的急重症收治的医院，然后我们需要照顾非常多的一些急重症的一个病人，然后我们很多的医护人员在使用这个东西之后呢，目前都还没有人有确诊的情况。这个落喙药水在2022年底得到18届国家新创奖的肯定，不过中间研究团队强调，病毒除了为喙以外，嘛，长鼻孔嘛有可能受到感染，所以除了正确的防疫习惯，民众也是爱赶紧完成疫苗的注射。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真侪咱台湾人介意食鱼煲啊，会当补充钙质。也毋过中山大学的研究团队针对亚洲7个国家所生产的鱼煲啊内底，拢有验出微塑胶，也就是塑胶的优劣啊，其中是以日本上界严重。鱼煲啊是定定会当看到的食材，想袂到食鱼煲啊，嘛会食到微塑胶，也就是塑胶的优劣啊。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系团队收集亚洲7个国家14项鱼煲的产品来研究，结果所有的鱼煲拢验出微塑胶的成分。日本、中国甲斯里兰卡是头3名，台湾甲泰国相对较少。其中日本的臭肉温一尾鱼煲都有2粒塑胶优劣啊。台湾的丁香鱼煲平均爱食31尾，才可能食到1粒。基本上所有的这些小鱼都含有微塑胶，这是一个最大的。跟过去的研究，大家都以为，只有牡蛎啊、文蛤沿岸会有，但是这些很多鱼类是居住在比较大洋性的水中，竟然也有这些微塑胶都跑到它里面。对显微镜看，会当看到哺乳动物当咧食塑胶幼粒啊。这种哺乳动物是细尾鱼啊上爱食的。其实海洋的微塑胶拢是搭入去海内底的塑胶粪扫，也是排放的废水分解出塑胶纤维佮脆片，经过食物链，最后转来咱人的食饭道。主要是累积在内脏，还有它的肠胃，还有腮盖。洪庆忠表示，虽望微塑胶影响人体健康，也未确定，因嘛是爱呼吁民众减少使用塑胶用品。若无，这个含有微塑胶，也是会食入去咱人的腹肚内。记者陈亚文、赖维做高雄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关心一粒米8粒汗，全世界做事人是拢真辛苦。尤其即马是乌克兰农民，虽讲因咧战争，也毋过嘛是爱去田里，因为无种无种田无做，秋天就无法度收成，所以国不将荒诞伊满咧头盔地咧，嘛是爱去做事。
穿风大甲、戴头盔，已经加做乌克兰农民游历加灌血检查。Що цілий день у цьому бронежилеті, що? Ще не звикли. Та не звик в армії носити. 战争爆发了后，尤里大的扎波罗热是俄军主要攻击目标之一，炮击加做当地常态，道路建筑拢被摧毁，产地也同款。 Та як? Страшно, звісно, було. Прилетіло до сусідів, розбило там, паркани повилітали, забори, все. Ну, не знаю. Це словами не передати. 战争事件中，部分农民依然无想要离开，坚持照常种植，为安全只好穿防大衣。拄到炮击就暂时离开，等到全人确定安全，将火箭炮清除了后，搁继续种植。无想冒着生命危险，就是烦恼秋天若无收成，粮食会搁较欠缺。 伫离乌克兰1000多公里远的科索沃，要一名乌克兰女性穿防护衫甲面罩，因的任务是学如何排除地雷，为剥夺这个战争留落的武器。 There's a huge demand on deminers, and people need to get trained as soon as possible, get back to the land and work. There are people who want to live there, who want to work there. We've got no time. We need to work. 特别到科索沃受训，是因为迄所在也捌经过战乱，正熟悉清除部队部的作业。当地非政府组织特别为乌克兰人开课程，教因如何辨别俄罗斯甲整苏联武器。因为乌克兰禁止18到60岁男性出国，目前学生拢是女性。因盼望5月中回国了后，马上投入扫雷工作，证明家己就算无法度上战场，也为国家尽一份心力。公司新闻徐婉明编译。 美国的火箭实验室公司伫台湾时间初3早起，伫纽西兰外海头摆测试，因是伫空中用直升机到六角线一款方式成功回收推进器。 后面叫做电子的两段式火箭，伫发射成功了后，按照原本的计划，将国家客户委托34粒小型卫星送到基地球轨道顶悬。啊，不过这是第一只火箭的工作。第一只推进器伫成功过程中脱离了后，火箭实验室公司是做另外一项测试。 After separation, it will coast on up to apogee, do a flip, come in engines first, accelerates for a while as it comes in, and then decelerates, getting very hot in the process. Once we're down to about Mach 1.5, we'll activate a mortar, which will deploy a drogue parachute. That will slow it down further, and then when we're down to 2 or 3 kilometres altitude, we'll extract the main parachute, which is a big 18-metre ring sail, and that will slow us down to a fairly modest velocity of about 10 metres per second. 按照原本的计划，业者会用一只 S-92直升机伫推进器落在海面进前，用挂钩交推进器的降落线，然后送去边的普通式直升机起降平台。挂钩成功交到降落线，伫任务中心的员工拢拍破欢呼。啊，不过几秒钟了后，是验出一点小状况，原来是直升机驾驶发现交了后的负载重量甲进前测试有差别。 为安全，就放定挂钩，互推进器落入海中，由另外伫边仔准备的船只做回收。后面做电子的两段式载运火箭，是业者研发第一种太空发射载具。为2017年第8成功以来，已经有16座发射任务，其中13座成功，成功率接近90%。大部分是替客户发射各种卫星，或者是科学实验。另外，用中子后面第3代火箭，目前也在研发的初期阶段。除了伫重量更较大，也计划载太空舱，加做载人去入太空的交通工具之一。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世界真心色，来去英国看有一只猫咪，真介意对主人骑脚踏车四界乱扫去电风神。即马这只猫仔已经变做大名星，伫网络是请假抓袂掉，真侪公司拢来找猫咪去拍广告。 主人骑脚踏车藏伫伦敦的大街小巷，这只叫做喜子的猫仔坐伫车头看伦敦的风光。主人利用运动摄影机翕伊为风景区的模样。2年前，尼尔森为美国旧金山搬到伦敦，伊是伫洛杉矶使用这只有一身白毛甲迷人蓝色目睭的挪威新闻鸟。
迄时阵，伊就爱带猫仔拍走。到伦敦了后，伊改骑脚踏车。虽然四肢有听觉障碍，毋过一点仔也袂影响伊吹佚佗的趣味。I wouldn't say that it's the reason why she does this well, but I think it complements her kind of like bold personality and kind of works for her. I often say it's not a disability for her; it's a superpower. It makes her a better cat. 李学生每礼拜拢爱载猫仔出门几啊转，转去了后，将影片上传到社群网站。有几啊支影片点播到超过400万次，正做有名的网红，吸引真侪鸟事甲宠物7多名公司寄礼品要求合作，啊，不过其他要请伊代言的拢被伊拒绝。Get like fashion company requests and like jewelry companies and stuff, and I'm like, I'm not here trying to be an influencer making money that way. I'm happy to do it if it makes sense and it's something that we use, but I'm not trying to swamp my users with ads. 李学生表示，师姐个性真好，带出门时阵有人想要摸伊，伊拢袂拒绝。啊，不过甲狗仔拄着，都爱将伊揪掉咧，才袂引起猫狗大战。伊个讲每一摆出门进前，会为猫耳仔吃冻拍糕，这大概是猫仔上无介意的部分。啊，不过也显示伊偌宝贝这只猫仔，伊个希望大家除了关心猫的动态，也斗阵骑脚踏车做运动。公司新闻将回应朋友。继续来看美国嘅西南部，这2天受天灾威胁，新密西根州火烧山已经烧要1个月，因为风伤透啊，所以火即马阁炭开。当地政府赶紧撤离几千人。啊，若伫德州是出现光雷啊风兼死呐，加载无人伤亡。真大咖喱风踩伫画面中央，不时也发出雷公声甲声呐。美国德州西部一座小镇，当地时间初1号咖喱风侵袭，居民翕落现场画面，远远看拢感觉真寒。这场咖喱风破坏几啊座山顶人的厝，卡车也冰倒伫涂骹，好在在无人伤亡。不过美国国家气象局初2已经对德州西部发布红旗警告，指出因为强风大扫甲气温等因素，爱严防火灾发生。我近的新墨西哥州是已经面临野火威胁，当地礼拜2吹起时速64公里的大风，互已经烧伫要1个月野火再度真紧炭烧。小牛角已经烧掉伫要5万公顷的土地，等于是半个纽约市。新墨西哥政府连2天紧急撤离数千民众。I got up in the morning at 6, and at that time the smoke was still miles away. By 9 o'clock, 9:30, the smoke in the valley was so thick you needed a butter knife to cut through it. There's some bad winds coming up Wednesday night, Thursday, really strong. So it was, if they don't contain it by Wednesday, we're going to be in real trouble. 这场大火到达已经烧掉数百栋厝，也毋过因为风势变化伤紧，增加抢救的难度。消防员又原咧甲野火奋斗，好在目前无传出伤亡。科学家指出，因为气候变迁，今年美国西南地区的野火来得搁较早，也炭烧甲搁较快。公司新闻邱婉莹编译。天气报道再来关心，今日开始到拜5，温度会日头回升，只有东半部会落地渐转好。到礼拜2母亲节时，有第2波的黄霜雨方面会到位，所以有的所在会开始上大雨。再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20度，上悬有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是26度。今日外岛的温度是17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